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仔日3月14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来关心核子抢的2号机，伫今仔日会正式退休，停止运转。也阁有学者是较烦恼讲，政府无配套，台湾会欠电。建议经济部爱互核电机组延后退休。也阁经济部长王美花是表示，核子抢的2号机是依法。芳40档啊，无可能阁延长。若2号机退休了后，供电的问题，即马会交互大潭8号机、通宵的小型机组，也阁有再生能源来替。政府会确保咱台湾袂欠电。使用到今已经40年的核子抢2号机，14就要除役，各界关注台湾恐惊会出现欠电的问题。非核家园政策底下，又没有新的配套措施出来。那是注定要缺电的。学者烦恼目前水情无稳定，唔但影响水力发电，嘛影响抽水欠电的电站。核子抢2号机停止运转了后，要安怎来补原本发电的业是一个问题。根据了解，核子抢2号机一年发电量是75亿度，占系统供电量差不多3%。有学者建议，核子抢2号机应该延后除役，来解决欠电的问题。核2厂的2号机也是因为。在3月14号，就是明天，就是法规规定的40年的时间到了，那我们就时间就是这样子，让它延役下，除役下来。因应核子抢2号机除役，台电规划机组维修保养的时间，未用过每半年一届，缩短做每2礼拜维修保养一届。另外，还阁用3班的制度，还阁有先准备备品来缩短维修保养的时间。另外，针对热人用电高峰度特别高，为着确保供电无问题，有新增加机组。包括大潭8号机有1120条瓦，通宵小型的机组180条瓦，超过核子抢2号机的985条瓦，佮加上水力发电，也佮有再生能源，会当确保供电无问题。即马核子抢要退役，各界关心核废料的问题，唔但要去抗核废料的设施卡关，每一年也佮要开1亿来做维护。新北市政府事实上，不仅是核2，甚至核1厂。我们的核燃用过的这个核燃料呢，都还没有拿出来哈。那这个问题应该是说国人对这个问题还有很多的争议啦哈。针对去抗核废料的设施，新北市府呼吁中央应该赶紧确定要抗核废料的所在，嘛要答应新北市将其买袂正做抗核废料的所在。中央甲地方也无共识，核废料处置的问题，恐惊也阁有真远的路爱行。记者综合报道。全世界通货膨胀、钱变薄、物价起、经济衰退。主计总处是表示，咱国内经济因为有特别预算，所以今年规年经济成长率应该有机会会当达到2.45%。也不过有立委是认为讲，政府袂使只是干那看数字，爱互民众有正确的感受到讲薪水嘛对得起。所以主计长朱德明是嘛是认为，应该由政府带头，阮讲到明年应该加薪水。今年绩效一直起，民商部主计效也在行悬。立委观测主计长朱德明，敢是知影民间的艰苦。鸡蛋1斤多少钱？你知道吗？鸡蛋鸡蛋的话，大概是1斤的，大概是大概70-80块。国内的民生因为食物类的价格有上涨，那最主要的是大宗物资从进口都有一点比较提高。朱德明强调，若是产地成本造成计效起，政府无应该介入。伊认为，国内目前是需求性通膨影响较大，应该无啥会有停滞性通膨。那伫疫后特别预算上路了后，经济成长有希望上修到2.45%。也不过，联合智慧讲，数字甲民间的感受有落差。CPI 成长就代表我们实质的薪水可能会缩水啊，不是吗？关键还是到薪水所得啊。去年的军公教人员是没有调整薪水，今年你要不要考虑调整？物价有上涨，实质所得降低的时候，应该是调。主计总处表态，明年军公教监视调薪应该甲物价联动，不过也是爱回归到行政院人事总处的调整委员会来做决策，由行政院长同意了后实施。记者综合报道。那台北市长蒋万安伫昨昏是宣布，伫台北市公家办的民间经营的托育中心的托育人员会加薪水，会对原本的3万4提悬到3万8。那老师甲学生的比例，原本是1个顾5个，会降到1个顾4个。
较早囡仔为一个圆箍仔做伙唱囡仔歌、耍游戏。老三囝的台北市长周万安参访南港托育中心，宣布台北市公办民营托育人员调薪水方案，会以学历、年资各再提悬。以大学幼保相关科系毕业的托育人员来讲，起薪会为3万8起跳，希望会当甲更较侪人才留条例。我们将起薪提高到3万8，也就是原本3万4。那去年中央它加码到3万5千多。我们对于师生比也会规划从现在1比5降到1比4。我想这个部分就是减轻我们托育人员的负担。另外，为了改善第一线托育人员工课的负担，社会局嘛专门要求公办民营的托育中心，把师生的比例为法定的1比5降到1比4，提升教保品质。不过，嘛有立业议员公开讲，市府请一个中国籍的临时工，把周万安出席活动的影片传去了 TikTok， 甚至还佫 #2花一家亲。这个临时工把市府的公务资讯、甲市民的个资流出去。这个临时工所拍的影片里面有包含这个业务上面跟各局处接触的印章，还有民众的申请表全都录，而且都 #了两岸一家亲。所以是不是统战的作为？我觉得让人十分的疑惑。去年8月开始聘用，然后现在已经离职。那其实他主要负责就是一般的事务还有搬运的工作，不会接触到相关市府机密的资料。周万安表示，这个临时工是透过劳动部安心就业的方案去卫生局吃头路。去年8月份入去，目前已经离职。未来嘛，搁一届要求员工伫咧上班时间袂当做非公务的工课。记者综合报道。同齐关心天气，今仔日透早受大陆冷气团的影响，各地天气同款是较凉冷的。中部以北嘛会落雨沙巴，同齐来看温度。今日透早各地天气拢感觉较寒，中部以北、东北部低温只有14度至15度，其他的所在低温是16度至17度。今日透早上低温是出现伫基隆的7度，是10度半。严过日时，大陆冷气团就会减弱，温度就会开始回升。北部、东北部、东部今仔日高温是21度至22度，中南部高温有25度至27度。基隆北海岸、东半部、西半部的山区有局部地降雨，其他的所在拢是多云到好天。若明仔载透早受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伫西半部早暗的温差拢会较大。暗过日时日头出来了后，就会感觉较温暖。若这几天拢是这款的天气。来关心南部一直拢无落雨，欠水的问题是愈来愈吃力。高雄市政府即马建议水利署会当去高屏溪的水头去开发喷泉水。水利署是表示，确实有咧规划，除了喷泉水，嘛透过湖来补充地下水。空中翕高屏溪流域有一寡所在出现沙坡水情紧张，高屏溪川流量降到每秒6.1立方公尺，甲历年平均值20.1差真济。市长陈其迈着去找水，甲水利署的官员学者伫12即天坐直升机勘察高屏溪，建议水利署持续往高屏溪的源头甲中站开发暗流水，向大水资源化增加暗流水工程方向来推动。水池或者是治洪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概念，来增加补助到水面这个地下的这个水的量那另外一个是所谓的在地治洪。水利署回应，市政府甲所内观念同款，除了透过补助湖提升地下水位以外，嘛开发暗流水。中底期先开发六龙溪甲基山溪河流口的里领暗流水。若是顺利4月开工，上近民国114年12月会当完工，逐工提供10万吨水。六龙溪甲爱寮溪各界所在嘛要规划暗流水的所在。我们在高美大桥下游大概有一个规划一个5公顷的地区那整个部分它的操作水深大概4公尺，那未来下游的一个地下水的抬升的部分，大概是有这样一个成效。地下水跟这个浮流水这些的量流到下游地区的用的百分比大概都是20-30%左右而已，所以说还有更多的量可以做在开发。水资源专家认为，高屏溪用水量开发较无一半，也佫有会当开发的，也建议中央成立国家水资源研究院也是中心来综合调度用水，有利资源的整合。记者综合报道。
南部即马水情较暗、较紧张，咱国内的三大科学园区即用水的大户嘛，提早因应来做准备。竹科甲中科即马已经要求厂商爱家己欠水欠5%，若搁较欠水的南科爱欠水欠10%，而且佫讲会利用再生水厂来增加送水量。就算受到罗西亚乌克兰战争、中国封城甲通货膨胀等等的影响，国内三大科学园区去年绩效表现也是真出色。国科会发布2022年三大科学园区营业额有甲4兆2664亿，头一届超过4兆，而且贸易总额、就业人口嘛创新高。若以六大产业分析，以高效能 AI 晶片需求的集体电路业，营业额上悬有甲3兆外，占总营业额的7%。半导体产业是未来所有产业的一个 core 一个核心，就是说，很多其他产业都必须要这个晶片在里面，所以我想，用这个台湾目前的优势，半导体晶片的优势呢，去延伸到其他的产业。不过，先进制程用水需求量大，用水敢无稳定，关系到园区正常的生产。虽然竹科甲中科目前水情灯号是拿定，暂时无欠水的危机。不过最近无落雨，已经量早部署，要求厂商自主省水5%。若水情较暗的南科，是总量管制省水10%，而且以再生水厂增加供水量。目前在用的是1.8，我们希望在这个月能够拉到2.8，那希望在5、6月的时候可以拉到3.8的再生水的供应。若看2023年，国科会主委吴正中表示，要是有全球通货膨胀，罗西亚乌克兰战争也未结束。也有美中科技战等等的变数，国际主要预测机构对今年贸易成长的预估是较保守，可能会进一步影响台湾进出口的表现，所以今年要是爱真谨慎来应对。记者综合报道。感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受少子化影响，咱台湾伫科学、科技、工程、数学这领域，大学生的人数甲10年前比起来，已经减了8万人。未来有可能爱面对人才不够的问题，而且佫爱提防中国来挖人才。来关心联合报，廉政署中部调查组目前的地址是伫南投市的公明路，也毋过这块地即马互划入去中兴大学南投校区，所以未来打算要搬去中兴大学伫台中的校本部兴大一村，也毋过这是引起学校内底教授反对，认为廉政署有司法警察权，说伫学校内底无妥当。而且嘛讲这件代志，校部会议拢无讨论过，批评这是大学自治咧倒退路。来关心《中国时报》，去年以11077票选出屏东县长的国民党的候选人苏清泉，伊是提起选举无效之诉，针对39大伊认为有疑虑的投开票所，伊申请定验票。屏东的地方法院伫昨昏裁定，有12位会当定验票。苏清泉的律师知影了后是感觉真遗憾。那屏东县长周春美是表示，尊重法院的裁定，而且会配合办理，希望代志赶紧收煞，恢复正常的日子。再来看奥斯卡的颁奖典礼伫昨昏举办，马的多丁宇宙摕到7项大奖，是上赢的。女主角杨紫琼嘛争做奥斯卡有史以来头一个亚洲影后，那影帝是布兰登·费雪伊摕到。Michelle Yeoh。奥斯卡产生历史上头一个亚洲影后，60岁的杨紫琼以《妈的多重宇宙》摕到最佳女演员奖，伫得到金球奖影评人协会奖到演员工会奖这个指标性奖项了后，杨紫琼佫创造新的得奖纪录。This is proof that dreams dream big and dreams do come true. And ladies, don't let anybody tell you you are ever past your prime. Never give up.马的多重宇宙除了摕到最佳影片、导演、原创剧本，佫摕走3项演员奖。以前甲《欲望街车》荧光幕后有同款的成绩。51岁的关继威是伫1985年杀入战场的吴汉了后，奥斯卡历史上第2个摕到男配角奖的华人男演员。Mom, I just want an Oscar. Stories like this only happen in the movies.I cannot believe it's happening to me. This is the American dream. 港片演出的杰米·李·寇蒂斯摕到女配角奖，甲关继威伫颁奖后台欢喜甲哭。
我的金鱼老爸的布兰登·费雪摕到最佳男演员奖。My goodness, I thank the Academy for this honor and for our studio A24 for making such a bold film. 今年摕到4项主要演员奖的2出电影，拢是由同一间独立片商 A24 出钱翕的，是这届奥斯卡摕上侪奖的。典礼好看，也包括主持人吉米·金魔模仿《捍卫战士》独行侠的剧情，用降落伞进场。约翰·屈服塔伫介绍过新的电影人讲甲后甜，因为伊的好朋友歌手奥利维亚·纽顿强伫2022年年癌过身。最佳短片奖爱尔兰式的告别领奖的时阵，导演伫台顶向主演唐氏症演员的詹姆斯·马丁祝贺生日，佮带现场的人做伙唱生日快乐，是这届典礼上温暖的一幕。国际新闻张淑芬编译。国际新闻来关心美国的矽谷银行，还有美国的加密有线银行连续传出倒塌了后，即马全世界的银行股伫昨昏拢大落。美国总统拜登是表示，政府会采取一切必要行动来确保美国的银行体系是安全的。美国为矽谷银行、加密货币产业友好商业银行 Signature Bank 的存款提供担保，因而并无受到投资人对全球其他放款机构可能受到影响的担心。美国总统拜登13安打市场甲存货。Every American should feel confident that their deposits will be there if and when they need them. Second, the management of these banks will be fired. Third, investors in the banks will not be protected. They knowingly took a risk. And when the risk didn't pay off, investors lose their money. That's how capitalism works. Americans can rest assured that our banking system is safe. 拜登也讲会要求国会甲银行监管机构加强对银行的规范，避免像这种倒闭的情形发生。即讲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人炸饮料点心到倒闭的矽谷银行总部外口，或伫外口等的客户，也甲因挂保证，因的钱甲普通时共款拢正安全。We'll be able to wire and do business as usual. International wires will be able to be sent today as well. Wires that you would normally be able to process will be processed as normal. You check your balances should be the same. Learned my lesson. I'm going to spread it around. 矽谷银行倒闭的根源是来自联准会应用通膨的压力，升利息升正强，美国借款的继续动荡，进一步造成银行业流动性风险。那么这种情形可能会让联准会考虑3个可能的暂停调悬基准利率。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俄罗斯拍乌克兰这场战争已经拍1年外，而且拢无停战的现象。根据瑞典内地库上新的报告是显示，这场战争让欧洲国家的武器进口量增加47%。乌克兰伫去年2022年武器的进口量是排全世界第3，那全世界武器的出口国也是以美国排第1。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伫上新公布的报告指出，虽然全球武器移转行为伫2018至2022年，比起2013至2017年减少5.1%，不过欧洲国家主要的武器进口是为美国来的，却增加47%，北约成员国增加65%。主要原因就是俄国甲欧洲的紧张关系，也甲俄俄战争。根据这个研究所对主要武器的定义是飞机、军舰、舰车、大炮、飞弹加各种重型防御系统在内。After the annexation of Crimea, we see that European states already then decided to ramp up their procurement of major arms. But of course, in 2022, we see a further acceleration of that process where European states want to have more arms and they want to have them faster. 这份报告特别提起，乌克兰较早一直拢不是主要的武器进口国，伫全球武器进口排第14。不过，敢若看2022年，乌克兰却升到全球第3，敢若是卡达加印度。Ukraine was a minor recipient of arms before 2022, despite the situation it was in. But there we can see that it has increased its arms imports, or you could better say
it has received many arms from a whole range of European states and the US, and we see that it has become a significant arms recipient in the past year. 那是全球武器出口占全球比例上悬的，也是美国是40%，过来是俄国、法国、中国、德国。报告指出，美国在2022年那提供真侪武器予乌克兰，也持续提供军备予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卡达甲日本。CNN 报道，虽然欧美大量军援乌克兰，不过俄国一直甲俄国战场所得到的西方国家武器甲装备，包括反舰车飞弹、刺针防空飞弹送去伊朗。美国是认为伊朗想要对这武器进行控制，对中东地区的安全构成威胁。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来关心法国的国会已经通过年金改革方案，这是引起工会不满。工会代表要求要甲法国总统马克宏见面，也搁互拒绝。这是引起各行各业即马拢不满，开始咧罢工。地输鸡仔路四界拢本数无人咧拼，本数的分化路嘛已经停工。巴黎的鸡仔路四界拢本数定价悬悬。地马本数的黑色塑胶袋仔，甲埋伫的纸箱、大型粪扫桶是四界堆伫街仔路，只要民众上街仔路，就会当看到。受到法国参议院提前通过年金改革法案影响，工会代表要求甲法国总统马克宏见面会谈，煞互拒绝，引起各行业强烈反弹，陆续罢工。这晚后有回到知名的巴黎正做大型粪扫场。À part les touristes, je pense que tout le monde comprend la situation et tout le monde comprend pourquoi est-ce qu'il y a des poubelles dans la rue. Mais c'est vrai que les touristes, je pense qu'ils sont un peu choqués, surtout que Paris de base c'est réputé comme sale, mais là c'est un autre niveau, je pense. 清洁人员如果先罢工到3月14日，巴黎郊区的3个分化场嘛地咧罢工，暂时拢无设定停止罢工的期限。数千吨的粪扫都堆伫巴黎各地区的街仔路，特别是餐厅较济区域，更较严重，已经有鸟车出现。上少数区域粪扫是由无罢工的私人公司伫处理收粪扫。Après, évidemment, c'est plus pour la ville de Paris que c'est une catastrophe, quoi, parce que j'imagine que plus personne n'a envie de venir à Paris le week-end, profiter, manger des pâtisseries, quand il y a des murs d'ordures partout. Donc c'est sûr que pour le commerce, le tourisme, l'image de Paris et de la France, c'est vraiment terrible, ouais, je pense. Ouais. 法国全国劳工总联盟 CGT 表示，因为上班时间长，甲工作内容较热力，互清洁人员的平均寿命比一般人减12岁到17岁。暂时清洁人员甲粪扫车驾驶会当伫57岁退休。不过年金改革计划若是通过，就要加工课2档，所以反对改革计划。暂时年改法案会伫15送到国会两院组成的委员会审议，不过16会阁提交去参议院甲国民议会做上尾后的表决。公司新闻台是董平玉。那泰国最近是出现真严重的风杯营业，伫首都的曼谷甲第2大城清迈，天顶拢雾，民众有出门拢爱挂2烟喙烟。泰国政府伫顶礼拜嘛有公布数字，讲敢若伫曼谷尔一礼拜就有20万人因为空气歹、空气污染去互医生看。政府嘛即嘛呼吁囡仔甲有新的负责人，也搁有身体较烂的，爱踮厝内唔通出门。天顶变作千家美色，佛像也变甲茫。泰国首都曼谷最近和营业热巴打掉，空气品质是真歹，民众的鼻腔挠熬也真艰苦。ใช่แต่ก่อนผมใส่อันเดียวเดี๋ยวนี้ต้องใส่2อันแล้วไม่ไหวแล้วเพราะว่ามันเหมือนกับมันเพราะเราอยู่ทั้งวันน่ะมันแสบคอ 泰国月初一度出现严重影响，曼谷西北更加是有50个地区 PM2.5超过安全标准，和监测公司 IQAir 评为世界第3污染城市。曼谷政府指出，刚才顶礼拜有20万人因为空气污染引起呼吸道等疾病入院。รู้สึกว่าตื่นเช้ามาก็คือฝุ่นแบบค่อนข้างที่จะหนามากแล้วก็ส่วนตัวก็แบบเป็นหวัดง่ายด้วยตอนนี้ก็คือหายใจไม่ค่อยสะดวกค่ะแล้วก็แบบไม่สบายมา 2-3 วันแล้วค่ะ 营业来源包括汽车甲工业废气，也有农民火警产生的烟雾。这伫农业区第2大城清迈，更加是特别严重。清迈政府已经派出压水车，希望减缓营业。实际上，泰国无偌久进前，伫1月底、2月初的时阵，空气品质也都非常顶。曼谷市长迄当时也紧急呼吁民众伫厝工作。根据泰国公共卫生部顶礼拜公布的数据，今年到目前为止，全泰国已经有130万人因为空气污染破病。提起儿童甲有心的人最近较莫出门，民众若是要挂出上好挂 N95喙烟。公司新闻新闻报道。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同齐来看世界。
因为南韩和美国即马正在进行联合军演，北韩伫今仔日透早佮出手向东部的海峡射一粒飞弹。北韩伫这个月的初9甲12拢有射飞弹，即嘛是愈来愈接。媒体是解读讲，这是北韩想要透过武力来表达不满。来关心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是表示，澳洲伫未来这几天，因会买5只美国核动力的舰舰，来取代英国内食柴油较旧的舰舰。但澳洲买好势，就会甲英国、美国同齐打造核动力的舰舰队，来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来关心美国的国防部伫今日公布指控指数财政年度国防预算的细节，总金额是超过8420亿美金，是史上上悬的。美国国防部是表示，预算案是反映会当看出美国严肃来看待甲中国的竞争，而且会拍拼阻挡北京对外发动侵略。来关心金门的二打岛有一个姓陈的兵仔失踪去，落尾是风声讲伊受水受去中国，即马互救起来，目前人伫厦门。咱陆委会主委邱泰三伫昨昏是证实讲，中国有透过管道通知咱台湾，讲即个阿兵哥即马目前人就伫中国。不过国防部甲中国迄边拢无说明讲，为什么即个阿兵哥会走去对方？我想他人在大陆这一点应该是确认的了哈。金门二打岛姓陈的士兵失联，陆委会主委邱泰三13证实人就伫中国，对方有透过管道通知。不过，即马国防部海巡署拢伫积极了解后续，是毋是因为感情也是债务的因素，选择收去中国？金门立委陈玉珍回回讲，姓陈的士兵并无真侪债务甲感情的问题，所以目的要搁清查。30多万，然后事实上有跟银行谈这个债务协商，有没有交女朋友啊？之前有，所以他的生活都很正常。姓陈的士兵初9失联，军方初10就发布离营通报，连续6天内无转去。依照规定，会伫15以上宪兵队侦办，会发布通缉。外界是烦恼姓陈的士兵会泄露机密，影响到金门的防务。不过立委认为姓陈的士兵是火头军，所以唔免伤烦恼。这名伙房兵的业务没有什么机密资料在内，泄密的疑虑呢，我们会予以审慎的了解。立委呼吁中国和姓陈的士兵赶紧返来台湾，要调查伊的目的。逃兵甲投入敌营，刑责差真济。根据《陆海空军刑法》第24条，投入敌营的人，处死刑、无期徒刑，也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若做是逃兵，是适用第39条，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6天内若是自动回队内，会当减轻伊的刑责。现在如果把陈姓上兵的那个就是他资料都是先主动公布，那这样子其实中共那边可能就会跟陈姓士兵再进一步的套招，情报有时候就是以静制动。虽然陆委会证实人伫中国，不过国防部并无积极回应。学者分析，这种做法是正确的，因为中国并无发布任何消息，可能伫暗算甲台湾对盘，未看办事处理。记者综合报道。那中国迄边不时嘛拢有渔船走过界来掠鱼，咱的海巡署即马规划要用专案的方式来主动来掠。顶一搭伫3月初9暗时10点左右，就伫大区海峡有掠到一只中国的渔船非法走过界来掠鱼。我们在大邱东方海域发现了一艘陆籍的作业渔船，正在从事潜水鱼捞作业，旋即以优势的警力实施登检及取缔。当场查扣了涉案的渔船及4名陆籍船员。咱的海巡人员爬去咧船顶检查，并无发现牛肉片也是猪肉片，嘛已经扣船扣人带回去金门调查。海巡是表示，中国的渔船违法走过界，已经涉嫌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会移送法办。最近有风声讲，有上百个咱台湾这边退伍的军官要去中国参加黄埔军校的校庆，引起外界质疑。退伍会主委房世宽是表示，退伍团体去中国是真无妥当。伊嘛强调，正统的黄埔军校是咧台湾。伊嘛强调讲，中国的军机军舰即马是直透来咱台湾扰乱。退伍的军官搁要去中国参加活动，叫台湾人是要安怎接受？
习近平开启第3任中国国家主席任期，佢表示坚持一种原则甲九二共识来贯彻解决台湾问题，显示对台湾强硬态度。那新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头一摆记者会无讲话态度，也拍稳正牌。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常说血浓于水，打断骨头连着筋，要让更多的台胞台企到大陆来。也毋过，六会事件，北京当局对台加大施压力度，强化操作两岸好战两款策略，也佮想要透过两岸交流平台推动统一协商。这个统一协商，伫你的角色，你认为这是啥物呢？这坦白讲吼，当然是一种统战啦。咱家己作为伊的厝边的，咱也走袂去吼，咱爱小心谨慎来应对啦。面对北京对台触统意图无停，传出有900位退役军官要组团去对华参加黄埔建校99周年活动，引起外界关注。柯泰山呼吁，若讲这个人真正要去中国，唔通做出互人伤心的代志。那我们也呼吁这些人士呢，如果真的要到大陆去，那不要做出让国人非常伤心或者是愤怒的事情。我们假如去了以后，参加他们的活动，台湾上空、海面，中共的基建都没有减少活动，请问我们情何以堪？退伍会主委彭世宽表示，明年黄埔建军100周年，且踊跃参加正统台湾陆军官校庆祝。也认为为日经报道退役军官去中国被征部的代志高大，拢有计划性，严防对华渗透。退伍事件唔通贪图落地招台的小利益，落入中共统战圈套。请管单位追查背后敢是有不法代志。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并无放弃用武力拍烂台湾，经济学人就报讲，中国的解放军有可能会甲拍台湾的行动，惊做是军事演练，而且准讲因的目标是咱台湾西部的外岛，安尼有景的时间短短尔。有学者就分析讲，解放军准讲要拍台湾，伫日本、美国甲南韩监控之下，要偷仔来机会无大，因为一时啊就会互看破骹手。中国无放弃武力拍台湾。经济学人报道，习近平若选择开战，可能会甲拍台湾的行动假做是军演。若是小规模夺取台湾西部的外岛，预警的时间可能敢若有几点钟。报道嘛讲到，美军印太司令阿基里诺表示，美军的主动若失败，就要准备战斗，而且要拍赢。专家分析，中国若想空想胖要拍台湾，伫开战进前，可能会去互国际掌握因的行动。中共的兵力调动已经是区域国家，包括日本啊、美国、澳洲这些国家。ISR 的很重要的对象，战前已经会被各国增资获得。根据国防部报道，去年超过1700架中国军机走入来咱国的防空识别区，数量比往年大增加。中国军机军舰已经成做咱国国安的威胁。国防部长邱国正证实，美国有想要伫台湾建立军备的仓库。法官是2023年国防授权法的内容，虽然原文是 for 台湾，并不是 in 台湾，引起解读的空间。不过专家认为讲，台湾关系法才是关键，互美国总统有更较大的权力，调整伫战争的时阵对台湾的支援。台海无稳定，嘛牵连到区域安全。英法国防会联合声明，都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欧洲两大要角共同关注台海和平，意义非凡。外交部对此声明高度欢迎，并肯定两国政府对台海安全的关注。中国当地时间13日发表新版的外交国防安全政策综合检讨报告。首相府预告会调整对中国的策略，来应对中国的挑战。内容嘛按照会头一届讲到台湾，互看作是提升台海防重视的程度。2021年英国头一届发布这个报告的时阵，规篇是拢无讲到台湾。记者综合报道。地方好上头，咱镜头来家己的德甲高中甲永庆高中20个学生所组成的代表队，按算21天要出发去夏威夷大学参加 FRC 机器人比赛。你甲其他的国家计将8万的选手竞争。第张在家己县政府就专工举办授旗典礼，希望这学生囡仔会当摕到好成绩。操纵家己设计机器人完成动作，过程毋但爱紧，阁爱准确。队长讲，为题目出来到机器人设计完成安装好势，只有6礼拜的时间。有机会会当出国交流，对因来讲是真好的合适机会。因为我自己之后想要出国留学，我可以先就有这个机会先去外面的试试看看。
我觉得可以让我们多看外面的世界，看外面的文化、外面的思维方式，跟国外的一个团队的一个合作竞合关系，这中间还要用到相当多的一个英文，所以这是全面性对咱那个嘉义县的小朋友是一项挑战，但是也一个机会。这项针对全世界高中学生举办的机器人比赛，一摆有8万的学生，计共3000多队会来参加。嘉义县政府这摆唔但补助196万的经费，未来嘛会继续这项政策，鼓励学生来争取机会。那另外一个部分不是比赛，而是国际交流。那我们也现在在定要点，我们希望让更多的孩子可以去跟全世界不同的人种，大家可以互相的接触，互相的交流。我想这对小孩子未来的成长绝对会有很大的帮助。20个来自嘉义县德甲高中永庆高中的学生，把握最后的时间调整机器人。县政府嘛替团队举办授旗典礼，祝福准备出国的选手会当摕到好成绩。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台中市阁发生过路人互车弄到意外，这是昨在8点外有一个民众赛车要倒弯，无看到过路人，一个要过车路的阿伯，就甲弄落去，害这个阿伯受伤。为了要减少这款车祸，台中市的交通局讲，因即马要伫19个所在设过路人的专用十字路口，就是讲这路口所有的车拢是红灯，若过路人会当在里行。毋过民众是认为讲，这款机制也毋是规工咧运作，所以认为效果有限。老先生当咧过大路，也毋过一台白色车辆当要倒弯，无打动就将人弄倒伫涂骹。老先生的头壳受伤送医。13早起8点外，台中市上潮甲兴安路口发生一件轿车弄行人的车祸。出代志的驾驶讲是下条死角挡着视线。汽车驾驶疑似因视线受阻、视线不佳而发生碰撞。车祸地点靠近主题区，上下班时间车流量真大，就算离峰时间车辆也袂少。民众表示，虽然遮有设置行人，倒头算时间显示，也毋过也是有车唔让人。他要转弯的时候，他要看前面有没有人啊。我觉得他忽然这样转过来，我会吓到。为了减少人车冲突，台中市交通局伫重点路口设置行人专用视像，让车辆甲行人轮流通行。今年度伫大理区、北区甲西区各设置一个，加上进前已经设置的，累计有29个。也毋过行人专用视像并毋是全日运作，像伫科博馆头前的路口，只有伫拜六早起8点到暗时6点有行人专用的视像，平常时拢无运作。有民众认为效果无够全面，不太 OK， 因为这边的车真的是没有在管行人的，就直接撸过去。我觉得还是设一下停滞会比较好。比较不方便啊，说要过马路的时候都要停顿啊，看有没有来车。不冲击路口疏解效率下，妥以设置行人专用时下，借由时间完全区隔人车，降低人车冲突之风险。台中市交通局表示，目前伫全市设置1800个行人倒算计时器，提供行人掌握过大路的时间。那行人专用视像的设置，除了考虑人车流量、甲路口人车交集情形，调整开启时间，也会随时进行调整。记者综合报道。伫屏东这阵因为民众去陪墓，也有烧杂草发生几若件火灾。伫礼拜暗顶一日的时，伫东港大桥附近，有发生3件烧杂草的火灾。也毋过拄好，江标嘛拄好有出巡伫桥边放烟火。有民众就讲，火灾是烟火造成的。屏东县的消防局讲，一定会调查清楚。有哔哔哔哔的声，也有闪烁的光线，民众伫宝华边欣赏烟火。不过，伫咧对面也传出火光，而且愈烧愈旺。屏东东港大桥哇乌龙迄边的宝华，14暗时有公庙举办10周年绕境，伫咧宝华边放真侪烟火，才有可能是因为安尼来引起火灾。同一个地方发射太多船或者是岸边，它如果有一些比较易燃的杂草或者是建筑物或者是船，油漆都很重的话，应该蛮容易烧。闪烁烟火吸引真侪民众来看，而且放的数量伤过侪，这时间点拄好甲火灾时间灯塔，也互民众怀疑讲这是造成火灾主要原因。消防局到现场的时阵，也发现真侪起火点，会调查导火原因。抵达现场发现多处火点，出动人员立即布一条水线将其扑灭。营旅释放5日前完成许可文件的申请，现场并配置有警戒人员、灭火器、水桶等相关灭火设备，
烟火释放时，若发生落焰引发火警时，应由警戒人员立即启动灭火工作。消防局表示，若放烟火时阵无做好相关的防护措施，会当依照跑马烟火管理条例上关罚95万。屏东对2月底到今，因为民众去陪亡烧草的行为，已经引起真济墓地还有草害火灾。互消防人员是无应该会估计个未喷火，而且即马伫东港溪边的爆花，佫因为可能是烟火来引起火灾。消防局佫再呼吁民众爱做好相关的火警防护，避免害人害己。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宝山第2水库送水器净水厂的一条管线，伫10日下晡拔去，毋但甲这车路的路基绑去，而且这水是泉甲规世界有够无彩，嘛影响新竹市区8万户降低水压供水，甚至有诶个无水通用。加在伫昨昏已经修理好势。破去的水管水喷出来，挖2层楼悬。新竹保利水库到净水场的送水管12拔破，水利署赶紧派人到现场透明抢修。13中昼总算恢复正常。新竹市区总共有8万户用水受到影响，影响户数大约有8万多户。那经过昨天整个下午及晚上的努力，预计大部分的用户整个都会12点以前都会有水。那少部分比较高地或者管委地区，那晚上6点以前都会恢复供水。目前已经接上水管了，而且道路也紧急的做我们的这个水泥的这一个加封哈。目前这个早上上班时间已经可以单向的通车。新竹地区大范围受到停水影响，消防局一早早嘛赶紧把水车传好势，提早预防，以免发生紧急状况。准备了14部2线的消防水库车，总共68.5吨的水源，可以供给民众民生用水的不足。受到水压破坏的路面，嘛已经完成灌浆作业。北水局表示，北港原因目前可能是长期使用加上天气影响，不过需要进一步调查，未来会加强定期检查公路，降低意外发生。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美国加州最近气候反常，地势落大雪，而且咧变大雨，溪水涨起来了后，嘛造成道路的交通海去，道路绑去，民众爱铁力加远。当地政府已经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而且即马当地救灾甲救援。救援人员甲吊伫内底司机为饮水的车来救出来，也有偌侪人拢背铁力。加州即个冬天真侪代志，大气河流第10遍为中北部带来大风大雨，地势河川规冲出爆花。圣塔克鲁兹居民透早发现当地一条公路已經冲歹去，當局緊急大工搶修。We got a message saying the road's been washed out, and came and checked it out, and it's pretty wild. You know, you can't cross the road to get groceries. I see patients in their homes that are recovering from surgeries and things, and had to cancel all my visits with them. 我近内华达州的南太湖乌市，连续歹天气累积真高的积雪，都还未清散。又有一波大气河流要来报道，当地居民烦恼积雪扬起造成水灾，赶紧清洗墩沙包。居民对这种变化无常的天气已经强要指责袂掉。I've been wanting to get out of town for a while, so it is scary. I mean, it's frightening, and we've had a long winter as it was. Enough. 连续落雨虽然对化解加州空坏现象有帮助，不过气象预报显示，落雨落雪的天气也会持续几天。当局已经对加州中部甲内华达州部分所在发出大水警报，提醒民众爱做好准备。广西新闻詹慧敏编译。2023年入围9项奥斯卡英国电影，伊琳舍林的女妖已经陆续摕到奥斯卡3项大奖。那电影内底的小岛有真水的风景，透过电影是放送到全世界，即马引起观光客去食佚佗。Now, if I've done something to you, just tell me what I've done to you. I just don't like you no more. You didn't like me yesterday.
印尼少年的女妖讲是两个查甫人友谊发生变化的故事。主演的柯林法洛想要挽回好朋友，连续阴错阳差甲质变，都发生互人想袂到的剧情走向。印尼少年岛是继地名取景地点伫阿兰西部的阿基尔岛，有壮阔海景甲峡湾风景，当地人看做正平常风景，透过电影传送到全球。或者总人口无到3000人小岛一时真有名，甲即马已经带来170万欧元。相当新海票5500万的观光收入。We've all heard the adjective of when Hollywood comes to town, but I suppose we were lucky in 2021 to live through Hollywood coming to town and to see it on the big screen. You know, it was phenomenal, really. 简单的故事有复杂的人生，剧中的阿基尔岛在朴实当中有真大的自然力量。因边边的好朋友布兰登·吉利森，以大面海的所在，正做亚美雕像的景点。另外两人常常去的酒吧是照当地16世纪的老酒馆所翕的，店家充分保留翕的时阵的一景一物，来满足游客置身电影场景的好奇心。As it turns out, these are the infamous shears. That's I don't want to ruin the film for anyone, but trust me. 今年是爱尔兰电影丰收年，包含10少年的女妖在内，得到14项美国奥斯卡的提名。每得到一个新的奖项，或者是伫社群媒体打出阿基尔岛的景点，到游客打电话来有定大的所在，和岛民将期待电影带来新商机。公司新闻张淑芬报道。天气报道在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是14度，上悬23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4度，上悬是25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4度，上悬27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4度，上悬24度。外岛10度至21度。继续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祝您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